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鹿港的天后宫，建庙400多年了，是国家3级的古迹，香火真旺。土横的四马祖甲婚礼的唐枪马，拢伫咧同一天来到鹿港的天后宫来挂香，规个鹿港小电视闹热滚滚。中华鹿港大路非常闹热，唐龙德宫的四马祖甲婚礼法安宫的唐枪马相会了。 唐的龙德宫的四马祖，当咧进行8天7夜南巡绕境；婚礼法安宫的唐枪马，嘛是8天的行程，一南一北，选伫同一天到鹿港的天后宫挂香。四马祖甲唐枪马今仔日同时来到咱鹿港，非常感谢妈祖婆的赐恩。 婚礼的唐枪马开来一台蒸汽火车头，那是唐龙德宫的四马祖有大小宝贝啊，因落发平安符。第2次来到鹿港天后宫来接驾。鹿港是台湾人的文化故乡，那天后宫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。鹿港天后宫建庙400多年，是国家3级古迹，嘛是台湾之前的第1尊来台湾的美酒开基天上圣庙。唐的四马祖，也有婚礼的唐枪马，拢来到这鹿港会合，和鹿港电视闹热滚滚。